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释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德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这一本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那这本书我们之前就是已经用了相当就是很多次，就跟大家分别介绍了它的第一章、第二章。那目前是在第二章接近尾声，就是第二章主要讲的是修心八颂，那讲的是慈悲心的一种培养，具体培养慈悲心的一种方法。那目前呢，这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篇幅。目前我们来到第七颂。那第七颂呢，它的中文的翻译是暗取他苦。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念一遍：无论直接与间接，愿献利乐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恨，我愿暗中自取受。那这个第七颂呢，一听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大慈悲心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内容，那就是说，凡是众生有痛苦的话，我们都应该都愿意暗中为他承受。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慈悲的一个表现。那在整个这一个第七颂呢，就仁波切解释的角度，是他从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为什么叫众生如母众生啊，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怎么讲，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资深的佛教徒的话，可能对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感到陌生。但对一般人来说，那可能是相当陌生的一个概念。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把众生其实都很自然，我们把众生视为像母亲一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在轮回，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已经投生了无数次。那么多次的投生呢，那必然我们每一世的母亲，那无数次的投生，那加上那些无数次的众生，所以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有可能在某一世成为我们的母亲。那从这里呢，我们仁波切才在建立，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一世的母亲，我们都知道母亲对我们是好的，母亲是慈爱的。从她怀我们开始到培育养育我们长大成人，她都希望都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们。那这是很慈悲的一个母亲，慈爱的一个母亲。那我们大部分人吧，其实我们都对母爱呢是非常就是我们都能感受到母爱，那我们也都很想回报母亲的恩惠，然后常常觉得这再怎么做呢都没有办法回报母亲的恩惠。那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在这一世的一种想法。那很多时候其实在没有机会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都希望我希望我下一世能够回报母亲的恩惠。其实你从我们华人就是传统的那种风俗文化，你就知道其实对于亲人啊，尤其对父母啊，母亲啊，如果说母亲过世过后去世之后，很多人都会其实每一年呢都会在吉日的时候去烧香啊，去怎么说呢，献上贡品啊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想做的其实就无非是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或者说他当然最好就是能够登上净土啦。那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呢，也希望自己的母亲在怎么说呢，在这个阴间吧，不要受苦。那这是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即使在父母已经死去之后，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这是大部分人的一种愿望。我们都不会忘记什么时候该去拜祭自己已故的双亲。那既然如此，那其实我们有怎么说呢？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去达成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愿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世我们有这么多母亲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多转世的这么多母亲。那其实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我们的前世当过我们的母亲。那也许我们在很多世，我们都曾经哀伤痛苦啊，我们希望说自己能够在下一世能够回报母亲的恩惠。那其实到了这一世，其实那就是机会了。其实，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认不出我们前世的母亲是谁。所以
根据这样子的一种逻辑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我们母亲，我们前世的母亲。根据这样子的逻辑，那是不是说我们应该都能够怎么说呢？去善待每一个众生呢，每一个乳母众生呢？那因为这一世的母亲是这么慈爱，但前世的母亲可能更加慈爱，他们可能甚至为了我们而牺牲生命，这些都是可能的，你知道的。那所以他可能他上一世他可能就为了我们牺牲生命了，那这一次可能他就投身在跟在我们附近啊，成为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人之类的。那只是我们认不得他了。那既然如此，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善待每一名众生呢？那对待众生最好的一种善待众生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给他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能够希望帮他能够摆脱这个轮回。那要帮他摆脱轮回呢，我们本身当然必须先摆脱轮回。那要摆脱轮回呢，就必须成佛。那要成佛之前呢，就必须培养慈悲心。所以这些其实走到最后呢，其实我们本身呢就必须要明白或要培养这种大悲心。所以这个是第7颂，就是暗取他苦，就是说讲的就是这些内容。那在上一节呢，我们也说过，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这些苦吧，我们可能帮众生去承受啊，这些苦，我们觉得是苦。那其实这些苦它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原因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苦呢，它其实都跟我们的因果跟我们的就是业是有关系的。那你有这样子的一种业，你才有可能承受这样子的果。所以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过去的业可能会更快的它就显现出来了。它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其实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随喜的。为什么呢？那业早一些怎么说？它早一些成熟的话，在我们有参与佛法修持的时候，那如果业早一些成熟的话呢，我们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更足够更好的环境去应对这个业的后果。那这里书里面就介绍了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同样你是有一个却必须穿大衣的一种业，那你要在炎热的马来西亚的中午穿上这个大衣呢，还是要在冰冷的阿拉斯加穿上这个大衣？所以这是同样都有穿大衣的业，但是它就是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早一点把这些业去净化掉的话呢，其实我们往往是能够应付的比较自如的。那越迟的话，那会越难应付，越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遇到一些困境啊产生啊，我们应该是高兴的。这个是这里要表达的。那当然他也说，其实当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我们以为情况变得越来越顺，但有一些人呢却不见得，他其实反而说怎么一直遇到问题，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因果定律的话，你也知道我们没有种下的因是不会有果的。我们没有这种业呢，我们是不可能承受这种业报的。所以既然今天承受这个业报，它表示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种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因。所以无论你有修持佛法或者没修持佛法，其实它只是迟早都要发生的。问题是你有修持佛法的话呢，可能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累积了足够的功德，你在净化你的业的话呢，它会显现的比较早。所以显现的比较早的话，其实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呢，仁波切说，如果说你常常念诵宗喀巴大师的心咒的话，那去净化你的业障的话，那也许原本你可能要遇上一场车祸，但结果呢，你可能依然有遇到一些车祸，只不过你出来呢是丝毫无损的，那可能只是车子坏了如此而已。那如果说你的修持
如果做得更为精进的话呢，有时候甚至根本连真正的车祸都不需要遇上，你只可能在梦里就遇到了一场车祸。那你在梦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一种转折，你的痛苦啊，你的害怕啦等等的，那它其实也就算是帮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那个也是怎么，已经算是已经表现出来了，它已经算是成熟了。所以如果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去对待这样子的一种业的一种成熟的一种表现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已经进化了那个业了。所以他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在真实生活中或者是在梦里？其实不一样的是发生的地方，发生的一种情况不一样。那但是其实那个痛苦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真正经历的痛苦，那一个是心理上的一种痛苦，如此而已。比如说在梦中，你其实并没有真正遇到车祸，只不过你梦里面却很真实的以为自己发生了车祸。那你当时在梦里面的害怕啦、的恐惧啊等等，它都是很真实。其实相信大家发过梦，大家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啊、生病啊等等的，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发心是为了别人的话，我们是没有世间报法的话，我们以正确的东西来修持佛法的话呢，那你遇到这些事情，其实你不会不开心的。因为你一心一意只是想要为了帮助众生，那你不会不开心。很多痛苦其实依然就是所谓的那个过程中经历的一个磨难啊、痛苦啊，那是会有的。只不过你内心呢并不感觉到痛苦，就是表面上遭受的磨难是有，但是内心的痛苦就却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所以我们痛苦其实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一种怎么说的一种事情。如果说我们所有我们一心一意，我们的对象是为了别人的话，那我们遭受了什么东西？我们当时只想能够好好的去为别人完成某些事情而已。我们遭受什么东西，我们其实并不会觉得苦。那如果说你在乎的是自己的话呢，那所有经历的一些磨难呢，你自然的都觉得那是对你的惩罚，或者是其他的，所以你会觉得心理上或者肉体上你觉得痛苦。一个是有执着的，一个是没执着的。所以有执着的话呢，你会无论是身心或者你会感觉到痛苦。那如果没有执着的话，你确实经历那种苦难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内心却不觉得痛苦。那我希望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不会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东西。那我接下去跟大家念接下去的内容。If someone was to say, if you sacrifice your life, 1,000 people will be safe. Most of us say, yes, I'm scared, but I can. If we were to suffer for only one person, we'll think about it like that. When we suffer for Dharma, we suffer for others. We can endure hunger, thirst, sickness, unhappiness, criticism, backbiting, people who go against us,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cooperate with, and financial or physical problems. When we can endure those kind of things for the sake of the Dharma, for the sake of others, the very karma that made us have those sufferings becomes purified in the process. And by being happy about it and accepting it, you do not create further karma for that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这一段讲的是什么？他说，如果说有人告诉你，他说你牺牲你的生命，那有1000人就能够得救。我们相信很多人呢都会说，我是害怕的，但是我不做得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有人在告诉你，你牺牲你的痛苦，你牺牲你的生命，你要经历痛苦，只为了一个人，那可能大家就开始会犹豫不决了。同样的道理，其实当我们为了佛法而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为了他人所受苦。我们可以去忍受饥饿啦、口渴啦、
生病啦、不愉快啦、批评啦、被人家重伤啊等等的，或者遇到一些不愿意合作的人呢，可能遇到一些金钱上或者是身体上的问题啊，我们都能够去怎么说呢？去忍受。如果为了佛法我们去忍受这些事情，为了他人我们去忍受这些事情的话呢，那过去导致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这些苦的业，它就会被净化了。那就是说，导致今天接受这些痛苦的业，就被净化了的意思。那如果说你能够开心的去接受这一切，你都能够明白，就是说这其实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那你就不会再继续再怎么说呢？再制造同样的一种业，你不会再继续让这一个业往负面的一个角度去滚动。When we do Dharma practices and we hav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e should try to develop the mind that can take the problems, that can feel the problems, take them and accept them. So in fact, when we practice the Dharma, we are able to purify the problem simultaneously while we are dealing with it. The incredible thing about suffering with or without Dharma is that with Dharma, you purify your karma while you are suffering, whereas without Dharma, while you are suffering the negative result of karma, you create further ones by reacting back negatively. 那这两段讲的是，大家当我们在修持做佛法修持，而我们也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尝试去培养，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心识，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问题，就能够去感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培养这样子的一种心。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要跟自己说，其实我都能够承受的。那我能够感受到。那所以呢，当我们在修持佛法，其实我们就能够去净化这些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同时也去净化它。那这里说呢，在有佛法的情况下受苦，或者是没有佛法的情况下受苦，它的差别在哪里？但是有佛法的情况下受苦呢，其实你是在净化了你过去的，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在净化你的业障；而没有佛法的一种受苦呢，就是说，你目前你所接受的是过去的恶业的一个显现。那如果你的做法是对它就是用反应来面对它的话呢，那其实你会不断的给自己进一步的去制造更多的恶业。所以任何情况下，我们并不是用反应，我们并不能直接的反射性的去对某种情况做出反应。那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可能今天车祸就是撞车了，那受了点伤，那其实是不断的去很多人呢，可能他不会去想到，其实这其实应该是好事，就是人没有什么受伤啊，只是车子坏了，那而且这可能是这是业的提早的显现。那出现了，如果你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的话，将来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说，很多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讲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这件事情遇上我？就是怨天尤人的，可能就会开始说啊，我不要再念某些经咒了，其实没有帮助。那其实是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呢，让你怎么说呢？会制造更多的业，就觉得业就往负面的一个角度翻滚下去，而且越滚越大。For example, if someone criticizes you, oh, you are not a good Dharma practitioner, or you don't know how to chant nicely, it hurts, but that pain and hurt has a cause. You have created the cause. You have said that or done that to someone else in the past to receive that back. Maybe it was not the same exact words, but the intent was the same. When you receive it back and understand that it's from your own karma, you accept it with responsibility and you don't fight back. You keep quiet and contemplate. In that way, while you are suffering, you can purify the karma to have received the sufferings, and you do not create further karma to get more sufferings. 好，这段比较长。这段说，比如说，可能有人批评你说，哎，你不是一个好的
就是佛教徒，你不是一个很好的佛法救世者。比如说，或者有人说你连念诵行咒都没有办法，或者是你连念经都没有办法念好，那这样子的一种评语呢，它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会让我们感觉到受伤的。但是要想到，其实有这样子的伤呢，它必然有一个因，我们要时刻记得这个东西。而有这个因是谁种下的因呢？那是自己种下的因。为什么可能你在过去曾经对人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你才承受这个业报。所以你当时现在别人怎么伤害你，跟你当时怎么伤害别人，虽然你用的字眼未必一样，但那个动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你遇到这些怎么说呢？这些业报它承受了，就是当你去经历这些业报的时候，你必须明白，其实这是来自自己的业，所以你要很负责任的去卸下这些责任，而不去搞对抗。你保持沉默，会继续冥想。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等于也在净化你的业障。那你也不会再为将来呢累积更多的同样的一个业障了。那好，我们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结束，就是这章节还没有结束。不要紧，我们在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慧明生师，主持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其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弘扬中喀巴宝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之意，祈愿上慧明圣佛教法永驻生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长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聚，众生未见其行恒常住。那好，谢谢大家，我们这次分享到这里结束。